今日来到新竹，你去考人去投钱啊，都进行有一只非常当讲的舞啊哈，都连都戏哈。你去咩去？你今日个男主角佢带个舞个头衔哈。今日哈来看一个做奶水的师傅啊，不过唔係看見有人做奶水啦，係看見有人學習客家嘅歌啊、客家戲啊。像呢啲非常特殊嘅，因為做奶水嘅人，佢會去學客家戲，能夠佢人生有乜嘅大嘅變化。王延琪係到新竹北部，駛到新竹市布達嘅行業，佢係個當保姆嘅工人，到工體，佢係個同事，做到個非常大病嘅專業嘅人才。不過，後背支持佢唔講辛苦大病工作嘅眼控力，除了佢有一隻非常幸福嘅家庭以外，是係三腳採茶戲。以下我來拜訪。你要來到考人戲順頭一隻工體哈，呢隻王延琪哈，王延琪先生佢個工作嘅位所哈，佢保姆工啦，佢家人講，佢唔係做奶水，佢係當保姆啊，可能講報紙講寫唔錯啦哈，你來請佢。王先生，來咯，係啊，來看你做事。啊。你做保姆幾多年啦？5年。10年啦。哦。好，我請你都打嘴鼓咯。誒，一小阿奇咧是個經驗係要做事嘅個小。就咁。當好。誒。好。看到王延琪做嘅頭路，幫我當好奇，因為按辛苦嘅工作之後，佢有力量做得練習三腳採茶戲，按堅持應該有非常特殊嘅故事。這邊嘅頭家哈，到你嚟開講嚟啦哈，看嘅頭家哈，看佢嘅呢同事哈，都是做咗未？你看咗未？啊23萬啊！23萬啊！佢唱歌啊！佢做戲，咁啊堂到呢個工作咩？才能啊，嘅才能啊，嘅才能度嘅。嘅興趣，嘅興趣啊。咁講呢條路唔係講俾堂到咩？下把會。雞羊加身啊！下把嘅血管啊，一啲當關係啊。係啊，雞唔上雞羊加身啊。跟住咩做？咁平常雞係係有咩嘢？雞人好爽，當好爽嘅。哎呀，你說是幾叫咧？27年咧。2叫啊？你自己結攞啊？平住啊？慢慢嚟。聽到冇數就拍嘅，真會俾害到誒。係啊。佢平常做成員，你係做些什麼唱的歌本就彈咯？下把會啊，下把幾隻經常見啊，你就唱有乜嘢好彈啊？工作吧，享受。現在快樂嘛哈，做些咩唱歌啊，打隊鼓啊，去做些基本上而家前10萬，就前個用，前個吹花，係哈，你後生人前頭啦，係啦，你幾歲後生人啊？後生人啊，你都後生啊，我50歲了啊，你幾60歲了？你快50啦，你快60歲了啊？60歲。頭擺印象嘅放棄唱歌，係咪眼睛？呢種係贈落而家熱湯啦，講因為排泄嘅。係有乜講啊？咁總講係啲為浸木幾日劇啦，就係咁嘅啦，因為排泄嘅。處處去到嘅劇團那些，嗰種嘅情況有冇？嗰種個去到，嗰種是贈落嘅些嘅中意面嘅嘛嚇，聽緊落嘅。落嘅些用啲很有生意，為浸木幾日劇啦。你來幾日腳事？係，啱落幾日腳事，一年落嘅機為歡喜，為歡喜。基本上係會嚟男主角，你落去就變到唔係會嚟。錯。咁咪拍攝啊？為排泄嘅。係啊。嗰年
他那勇敢嘛，哎，木匠，哎，是这样。所以佢每人呢度已喊那種，啊，已用電道種啊，電道種，係，我已經打到了，係，我已經上床，係哈。看到你一張一張變黃嘅抽獎片，王延期回想當年嗰隻數日期嘅後生嘅時代，聽講嗰兩時佢就參加咗個天台舉辦嘅歌唱嘅比賽，多少老厲害三個彩產做嚟聯絡關係。啱結婚前，佢就搞咗比友係啊，係啊，係啊，嗰陣時你有冇得見面啊19歲，嗰陣時去大평府，我做啲中立火車站，嗰陣時都三抽狀元啊，係哦，兩個太太，哦，兩個太太，跟兩個太太要師母嗬，係啊，係啊，兩個太太，19歲上年啊，19歲，交朋友，係交朋友，跟有冇相認啊？結婚。我拿報紙，我坐火車上去個中立火車度約會，一看到啲男人等啊，你喊得聲啥事呢？你從要手機啊，你啲男人等好啊，等好，許多人打電話咩？一個禮拜前一禮拜前啊，前嗰時候我物價，我做物價，我大門敲埋我拿物價，兩陣同佢相會，係 OK。你見到咪想錯啊？唔錯啊？呢隻嘛？唔會啦，我可能唔會做魚的，唔過通家上邊邊啊，做邊啲啊，夾本不晒嘢。講跳板，呢度係出世。我哋新竹人北部鄉南鄉村，自發公街會後落啲啲。嗰是3多年，係3多年咗。啊，呢套學校係按照太平學校。嗰是你係黐教長嘅。係啊，黐教長就該做教長嘅地方。安耀山，係安耀山，係當耀山。你做跳板你係帶蘿蔔係啊？係，有跳板蘿蔔，而家順口啱落嘛。哦，一早6、7歲就知啦。寫哈。寫。報名是曬到嚟啦吧？曬到又曬到竹窿，又曬到關龍橋。按多好曬啊？係喲，所以孟母3000啊。彈講跳板因為佢易苦哦，你頭半反而頭唔到啊？因為嗱，計住不靠冇埋吹散啦嚇。頭半樣路講啊，冇埋錢啦，出外自家啦。我爸要啦，就知道特別要苦啊，啲我爸做壇裡面哈，要求按多仔細些哈，你要了解啦。你就去做過壇嗎？啊，打壇啊？打壇我冇，我唔講我要聽落去哦，我唔敢冇埋撳落去啲話一定講。當然講啦，啲按摩要大膽安全嘛，啲打摩要得政府咁嘅啦，該走啊。落去嗰啲木暗疏疏啊樣嘅，你坐金田車落去，金門河，佢俾佢除非啊先用竹做竹窿啊用拉，我同阿爸用拉出來，彈喺隻個地板拉出來。嗰條把蛇先要長山過嗎？冇誒，是後裝嘅魚棒啊。係啦。哐，阿邊電腦本咧做三腳踩嘅，跟出白魚一路出白魚。咩啦？出白魚係賣咗嘅。係，是喺度出白魚。哐，阿邊電腦會瞄邊做出白魚哦，咁都睇緊嘅啦。看好咗有4蚊吧，揾為邊頭死。一家好來看，大家是每人來看。但是當然做出白魚呢，成年咪都好看啦，梗係啦，冇好看啦。嗰陣時有想過嘅，就應該上台做啲咯。我喺辦嗰時當學做嗰時候，我當學做手腳嘅，做下手，當下做當生錢，而家確實，而家我想法啊，我要上去做，要幫我做到，我要做三腳踩，我做手腳嘅。嗰是你嘅理想，我理想幫我達到嘅。你當兵嘅想法嘛？當兵嘅想法。你喺度。也係啲嘅東營，馬祖嘅東營，係東營，當然四寶。初三呢？初三12小時啊，到14小時啊。嗰陣時你談講要發生乜嘅事情？嗰陣時講話，比如你嘅央行要去殺行人，老嗌講殺行人，你做唔得夾運客講客？有，講殺行人當然咪講客啊。做唔得講客就你算得咁慢呀？你講緊咩東西？你行唔啫？我講大家行先啦。佢話我主動。係啦，一方面講啥嘢問？喺嚟，佢講啊！你喺嚟講啊！跳講。
娘子偷講，跟我年年唔是偷講啊，我喊你講啊，跟幾咁樣辦啊，因為唔咁樣辦，咁黐啱咩？唔咁啊。唔過唔按險就錯噶。誒，唔按險啦，講，你冇講解過，你談唔出，一百十萬，唔過也唔會咧，也喺度多費咗。個筆藥記得。係筆藥嚇，梗係啊，正呢幾日冇半個個筆藥標落去。冇半個記到。總得標我睇下。一群無恐龍背脊嘅人，因為有共同嘅興趣，集中到鄉下。嗰類群三腳踩茶嘅愛好者之間，並冇講乜人先來，乜人後來，也冇講乜人喜歡下多下少安尼比較。只有共同嘅日子，當好客家三腳踩茶戲安尼行，就其實連結鄉下。對三腳踩茶戲嘅熱情，加上長時間嘅鄉下，本就係建立將一家人共同安尼感情。安尼緣分應該唔係外人做得兩手的多嘅好。乜人講，一定要體驗過嘅事情，讓做得感動人。雖然不啦，就讓就不凡嘅故事。我咧當上那當本人啊，他可以，你說咧當一個男主角，因為我去睇呢個時節有一個男主角，你還冇參加咧，本來叫我去睇了嘅，結果佢冇去，是佢嘟嘟落來了頭，還是很佢當一個主角，結果佢是。親腳妹哦，佢面生人後剪嘅樣嚇，親腳妹啊！咁唔係假後剪嘅真後剪。真後剪哦，後剪佢喺來做嘅孫悟空把動槍哦，佢是插落來是練習，雖然練習冇結局哦，佢是做得演嚟到材料演男主角，結果是一睇了就完成。完成咗啦，就是講，嗰種是你不應排斥啊？唔會啊，我都實，我感覺我都實冇排斥嘅。因為佢按槍啊，都是老派晒嘅，會來嘅角色來創造咩咩？唔會啊，可是佢按會唱歌啊，佢唱歌嘛唱得有冠軍啊。唱歌咯。唱客家歌、山歌嚇，老菜場咩無可能咩？無可能，可是佢家有唱人有帶啊！你講完全冇唱歌嘅人落嚟是當然啦。佢會唱歌啊，佢會唱嘅嘛一平，唔係平板，送金牌嘅對嘛嚇，佢都有拿獎啊。可是佢落嚟咧，會啊當家啊，好啲歌當家啊。反正佢落嚟是親家是唱嘅啊。聽講你當兒從下，你做嘅老妹啊？係啊。係。做嘅老妹。做乜嘅戲啊？度嚟從下做嘅事。老佢做係專門係做老妹。做老妹。三腳地度嘅，南門人就叫嘛嚇。西門兩就叫嘛。依家阿嫂。依家阿嫂。依家阿嫂，青太橋。係啊，咁因為三腳菜場。嗰是普通是有一個球，一個蛋，一個蛋一個哈，然後還有一個做阿嫂嘅，很多講嘛兩個菜，單身係兩個嘛哈，係啊，兩個。一個阿嫂啊，一個阿姑啊，所以兩個啊，兩個細妹啊，一個細來人啦，人做啊。兩個細來兩個細妹啦。根本做唔得，不過就是普通人是一個球兩個蛋啊，一個做阿嫂，一個做老妹啊。跟男人是做阿秋阿多。
嘿，做手都变快，嘿，小可慢点是要。嘿。江门女神那西呀，神神的我的歌。叫我走啊走啊走什么？江门女神那西呀，雄起有几大？狮子九等高啊，神神啦，杨子啊，红啊耶，上啊溜，哎呀呀吹，来去鬼，黄柳做什么啊那？哎呀呀的呀！等下，因为这个是从汉那岛从刘律师的声音过来开故事。你还全部都喺你团长哈，现在强搞的团长哈，搞党的团长哈，系啊，应该讲你的团有冇有只团啊？要会唱了85年故事啊，火灯没看过快天85年嘅左右哈，你在呀领会复兴上哈，在新竹市东安街附近哈，是新立一家叫团，后加网顶，喺咧到民国88年时间，嗰度就是到了这了移动部他们新立啊，88年新立嘅，就是景新到人事府顶，新立啊新竹站合家三角采茶戏团到发展好。88年新立。用我给他世界新立嘛，有冇下走来慢慢？可能是西地成熟了，成熟了。哎，嗰種先有冇上潮呢度已經從下來啦？因為一當全部係煙菜嘛。咁問題是講煙菜奶來啦，你朗成樣有冇簽得到啊？是好，佢這個有點嫌棄啊，佢這個潮到強下啦，也心理之後啊，也慢慢的就到現在是加入了咯。你嗰陣時有冇上下參加呢個團？係啊，其實當初我係是講參加咧社區民謠班啊，是講喊他老師猛唱啊，以社區民謠班唱一些唱啊，有大家很好的是吧？你的叫你有興趣我啊叫人家演唱部沒有心理家在他加上比較在場，其實我是也抱着種現在啊是加入落去啊。加入落去，其實也真甚至，因為佢哋有啲戲出啊，佢出人下去描述了，有只劇情啊，就當成其實自然加入落來。你即係那個溫先生冇卡啊？落嚟台表就講咩噃？而家三角茶他1號搞啊，你即係唔係溫先生冇卡嗰邊，民族路嗰邊，就是講，他給我一個機會啊，他本來溫先生做嗰隻角色呀，後來就是給你個機會，叫我徐美鳳，你做誰來你表演啊？我就說好啊，給我個機會，我就說好啦，我就表演，我就誰來用啊彩蔥啊。從一學係中學學嚟，其實佢學嘅。我要60歲就學藝。62歲啊？62歲你經驗夠啥60歲？60年呢？幾耐啊？差唔多啦。你認為就安尼嫌棄啦？你看咱度假還是好，你到底冇做跳舞嘅哈，就整個很有影唱歌，我就忙大概當忙藝。有冇去學唱學藝啦？唱嗰啲好冇嘅橋仔啊，唱歌要橋仔，我哋而家都唔是吧，我們是橋仔吧，啊。你啥好嚟㗎？兩位先生，在寶山，寶山，寶山，唱了我是傳音愛天啊，我是好多個姊妹啊，聲音是多少是唔愛哈，就分我講講唔愛，後來因為客家民謠哈。
有個發展期咧嚇，就啱就見到個這個民謠版嘅以愛咧，就愛做厲害嘅話，差不多10年嚟啦。10年。一邊專業嚟上開頭啫。今年行喺是講唔係講專業啦，但是我哋也係年輕，我哋像跟物料咧搞升級啊，伊個樣排到比較精品嘅嘛。菜叉是用做啲日本兩種嘛，一種是三角菜叉，一種是客家菜。客家菜要按照貴兩。香港挑白肉當做咩？阿溫潮。係好華溫。好華溫。我這個四足。你這個四足啊？這講嘅古嗎？而家我冇買清楚啊，是講我這個那個線上是按照種木葵線上，種木葵線上計阿爸種青潤啊，種青潤計線上是好華溫，好華溫線上啲大菜咧嘅線上嘅啦，火山線上，嗰種為所按照10 Q 嘅，啲體量10 Q 嚟 Q 啦，10 Q，嗰種為所，佢挑過咧線上種木葵線上講啲按照。大挑粉，簽得到。我台想哦，係唔係？你得挑粉哦，可能係到宜蘭嗰隻挑粉，宜蘭有隻挑粉啦，有冇解？可能有關係，因為好華溫先生行講呢度，宜蘭要大個，呢度梗會要表演過，梗會要大個。所以就會講可見挑粉呢。設置上啲大火山，火山嘅線上嘅10 Q，那有可能嘅東西。哦，懂啦。是個火山路村頭，咁多我看到啊。我是有幾個粉嘅那個日本時代嘅富集堂粉。個前面是要去相城以前嘅嚇。佢家用時嘅三角菜叉厲害，有冇個係個點啊？有。依家係三角菜叉下磨從線頭，作嘅辛苦嘅下簡單。一下我都要加強線頭，因為一下嘅觀眾啲要求下高嘛，希望按你水準做啲提升，精緻化、專業化，所以我都要叫加強線頭。喺長線上教。我都要長線上教線頭。目前我講嘅長嘅講線上啊，就係呢度個比啊，係啊，咁做咩錢嚟比嘛嚇？長路街、比油街。長路街、比油街。長做咩石雙魚咯？係啊，可以跳嚟。一種嘅先嘅跳舞啦。係我啊？我，你樣講非常可能係啊。當歡喜做咗拜訪利群，當地人識嘅三角菜叉魚愛好者，叫做大家禮拜。見面一擺，培養技術嘅能力，未培養到朋友嘅感情。其實得獎唔得獎，對佢嚟講，應該唔係按從這位。真正背得晒，好多三角菜叉魚嘅原因，可能係呢隻表現嘅方式做得表態，叫做深度嘅觸權嘅上面。王永琪先生啊，佢除了好唱歌之外，係來到嘅銀學堂哈，看到非常特殊嘅東西，像人哋攝影上哈搞茶，再介紹人哋茶嘛。做得啦，也係我收集當年嘅茶。也雖然咩講，你冇錢賣太多呀，冇錢賣真，我就賣假嘅。係咪？那家叻過一衝啊啲啊！一衝啊衝，也睇我最喜歡嘅啦。也我等價就是這樣啦。也是第一轉啊，都講我想上百萬。咁講我搞下嚟講咪啱咪一線上啊。有冇講？差冇一個年咧，差冇到咧天通啊！一年咧啦，這個輪子差冇到天通。哎呀，呢個天通嚇。一滿差冇關得啊。係差過就打過嚟嘛？差過好貴啊！好千個好貴，倉貴得㗎。一好千個好貴貴，價嘅差唔多跟唔到得。係咪大廈先啊？而家大廈咧，成個筍去背咯，從嗌即係筍啦，嚇嗌個係筍啦，攞到有打咪做咩搞？咁啊攞舊有偏嘅，
也是卖，也是写声音的啊，也单位唔做唔哪搞，你用骗声音，也骗声音的，你写了骗啊，比如你卖呀，你攞呀，基本就搞呀，你做唔到被搞，你卖到也便宜，50元用来100元来，卖得便宜贵。結果係騙唔到，係騙唔到，其他人來搞，唔會搞就搞。無論其他下樣嘅，誰沒地嘛干下好啊？今日叫也做下醬，三樣。可能是的哈，這醬在窮水之地，對，你到底還要搞？嚇，人家到底還要搞一下，你係窮水開始搞嗎？我這邊有搞個模型啊，個美衣櫃嗰種嘅，一家組合啊，我咪有買個撫養機啊，模型啊，捏幾間嚟捏。咁其實可能你說怪怪，怪怪，按老年喊搞嘅東西。你唔講一下？我唔講啦，咁我是愛嘛，我唔係搶人，唔係就冇人講。跟人不用你們講。唔會啊，跟個人興趣啊，冇叫個啥興趣啊。哦，你唔管自己也冇管。你冇互相冇關係啊。佢愛做到嘅機器，佢又逛街，佢又買東西機器。咁咪一發錢啊？咁咪一發錢錯啊！而家要推埋千兩元啦，貴千兩買。我講下一啲咧嚇。那你最後嘅推下。係，我最後嘅推。係做成年嚇。當朝王元奇準備一種做嘅客家菜。你下來計個歷史啦嚇，你係野班啊？當橋嘅野班，好似喎，當傳統啊？那書餅啲啊，當傳統啊？當傳統，你係哪樣做啊？我做啊。你點做啊？係你隨班啊？隨班咧係，因為我爸傳下來同我做，也我做，因為我爸做20-30年咧。幾日做隨班買啊？你傳下來同我。你專業嘅咧？係啊。啊，係從你啦？一隨包我自家做。有自家做啊？因為料特別多啊。緊嘢，包隨布絲嘢㗎。料多嚇，特別多啊。五樣嘢食。係啊。跟住你哋去到好市場為咗賣啊。係啊。係啊。做得探下，你上一樓梯啊？係，剛剛樓梯。佢頭擺寫時間啦嚇，最牛嘅時間咪？有嘛？佢都頭擺咪當牛堂講。哦，係啊。當殘啊係啊。係頭擺先。講到咪頭斬乜東西？食時間啦。cái thứ bảy sẽ đây cho một ngày thủ thái cả ngày thủ thái. Trong gia tăng kiểu sao? Tăng kiểu sao? Ngày thì cũng是3. Tăng nhiều 6 歳. 6 歳. Chân chính cái thủ thái à? Ý 3-4 歲時ngày thủ. Cái theo bảy cái ngày học thái nào, thủ thái nào. Bây giờ ngày thủ sẽ. Theo bảy cái sẽ nhiều mấy nhỉ? Sẽ à?因為以前怪嚟就唔係講當殘。Anh à?剛才談過唔錯。以前怪條擺少人，唔係講當殘嘅人啊。因為條擺鄉下人啊，冇講唔係好搞啊，chứ冇俾搞奶沙啦，捉條蝦嚟。搞奶沙乜？唔算大陸山東嘛嚇。計算小南巷。小南巷嚇。tại cái小南巷này là theo bảy mố mà東西啊，冇耕冇種啊，冇田呢，冇耕種，係，減少啊，老人做咯，我班老人做，我就不卡就減少住環，我就做不卡寫啦，就冇讀書啊。哦，今日我開始創立客家戲咯。佢啊，佢咪是。談到啲客家電台啊，客家嘅做收音機談啊，甚至談了後就自學啊，學到喺站廠嚟聽起來就學個廠，
俺咪前嫌錢講俺也學5位，我就嫌錢啊學5位啦。你再講下一個嘛？一個嘛嚇。一個。其實我嗰個去10個歲，佢就當校唱歌啊。嗰時間唔係唱客家歌，因為上天台，新竹廣播天台，而天台報名唱歌啊。係，所以佢校唱歌唔係咧嚇，佢唱成當校唱。我以前嚟講資源好差哈，你第二年來唱，咁從呢好開放的呀哈，啊還有資訊和技巧，所以也變到對到了客家嘅團體啊，或者出去表演嘅。係咯。我基本上是當為唱歌。咁所以留得佢嘛，留佢特別時間係先時講聽嘅。其實我嗰個5位呢，佢當小的子民。係咯。唔可能都係講嗰種啊，何唱啲幾好嘅口音啊，口音何時係表嚟出嚟？喺嗰個淨係當河，你對啱先咧當河，對啱就對路埋喺那河。係。按神奇嘅音。啊，從細喺嗰個當上嚟。係。好。佢講冇法講，錄音。你係上台我啊。係。我是偏少，大家是升旗好高啦，好高是講，大家是教練哦，下巴咧，那咧，啊，你記得不下咧，下巴起老下咧，當然啊，長高高聊上嘅啦。講真係有咩原因？唔知道。幾啊？你係當面講嘅啦，家下你講嘅後背講嘅啦，先講當面講嘅。幾啊？佢冇人有危險嚟嘅呀，佢冇危險嘛，按佢點會搞笑是幾啦？點會搞笑啦？係啊，我哋啲位都是佢只會搞笑。係好。係啦。好，何英何時要執？你係提手嘛嚇？我有提手。你係提手。啊，你係挨行提手啊。來下來，你係提手先來。誒，你係幫人提手嘛？誒。你幾時熟識？我有。30年了。1萬多年了。30年前。嗯。哎，嗰陣時看到嘢有咩嘢？有，他一向哈當樂觀進取的人，佢當樂觀，然後哈會帶給大家歡笑，樂天派的。好得原來人，我你係世界實在很出國，應該算是比較無趣吧。你家己是家當好得原來人啊。對對。誒，所以就擺喺人哋先至手機講，我係咪快樂起來？最好都對話嘅人。咁好喎。你30號。誒，2頭去上地喎。23位啊，大家記得係嘛？計識到，我係太嫂，佢係老婆。係家老。你幾時做司機啊？我有。20年啦。你用我夾本機咯？唔對我夾到嘅，唔對我夾到嘅。係，你夾到時講，你隻唔好嘅咩啊？問題啦。唔係很少啊。佢表示當好啊，你是太冷煙啦。錯啦。幾有乜冷煙啊？當晚未好就係冷叫。係啊，你按叫應該最低啊，幾有乜冷煙？但係冇可以何時都來計。哦，唔會啦，已經嗰陣時都好啊。唔會，輪隊是輪隊就好啦。係啊，係啊，佢又冇講啊，冇講啲啊。跟佢唱歌冇險啊講，哎呦，你去幹這個事情咯，透露。哦，佢唔話，佢上班就上班啊。係啊，啊業餘是講從下班嘅時陣去學嘅，然後去聊啊，去唱歌嘅。係啦，佢透露你有同我做嗎？透露冇，佢做幾人啊做嘅。係啦。佢做好幹部啊！哦，所以你冇睇到啦。咁好啦。佢係寫好聽。係啦。係啊。誒，你做寫好聽。輪也仲台歌啊！你是真正欠薪往天上嚟。嘅唔應講啊！最重就應該講係貴人啊！貴人上天。貴人。幼人啦，係幼人啦，因為我呢種嗬，我哋屬於參加嗰種係客家新竹發展學會嘛嗬，係，我哋參加新竹就客家發展學會。佢就9年前是學機咧，9年啦，然後7、8年真唔係咯，你就83年啦嘛，差唔多。83年到研究10年了，50年咗。咁樣時我哋是上下都喺度咧碩士，
嗰種係要去嗰種係米碟啦，吼，去嗰種係巡回，就是去那個宣慰嘛，吼，宣慰侨胞就去表演，嗰種是轉落是這啦，我是講迄個方言區嘅人才啊，吼，唔好來欠過來做三腳踩踏做問題，因為三腳踩踏會失傳起嚟啊，吼，係啊，翻嚟大陸去過來啊，過來入去參加嗰啲係學會。你講你有冇發現啲人才呢？哦，我度要唱啊，而家邊要表演啊，要，表演前單位執會啦。嗰啲會係唱歌就係。專門唱歌啊，專門唱標準歌。而係講新歌聽版嗰度，係啊。反正客家係。就嗰陣時啱啱做戲。今晚你先做嘛嚇？哦，我識，幾成我識，幾千半。你有冇啲講佢唱歌啦，所以做啲啊？咁我看見嗰就啲啊，散休啊。看見應該就啲講啲做嘢又散休啦。係。以前冇有見乜嘅，叫你做乜嘅唱乜嘅。係啊。係哦。做工場嘅，做會上會。係啊，看應該㗎，佢當嗰個是東岸水泥嘛。係啊，嗰水泥啊。誒，嗰是內容上乜嘢啊？嗰係搭檔啊！三腳踩沙拉一般唱客家歌，有冇個插片嘛？哦，三腳踩沙拉客家歌哦，要多少去唱嚟跳舞嘛，去重要。咁講唱跳橋啊，吼，嗰啲一般係跳橋啦，嗰啲三腳踩跳橋要冇去重要。誒，有冇講？你再唱下，這個呢？係啊，讓個地啊。咁你普通一般嚟講咯。是那朝愛那時多，繼續過入來前路那，採花愛採咩和單咩嗬，就夠咁做咯。繼續唔知啦嚇，繼續比賽可以卡掉嚇。你就是導演啊？唔是你寫什麼？你係就從三腳踩沙嚟，你係三腳踩沙，係過嚟，係跟住辦嚟是嚟。是那朝愛那時多，繼續過入來前路那，採花愛採咩和但乃什麼？那哎呦哎呦，那一般的啦。你一般的。你係我講過的啦，那一般的。啊，好，OK，三腳踩沙是嘛？三腳踩沙啊。係。好，是那朝愛那時多，繼續過入來前路那，採花愛採。來咩和但咯那愛什麼？那是一度有啊有，龍啊湯雞人家，哎喲雞照啊太自由，人啊威風流愛多吃哦那來喲。那是一度有啊有。新津社道黃岩區嘅客家三腳踩踏戲會登場咧。客家三腳踩踏戲係客家太戲嘅演戲，主要係種手腳來伴觀眾看快樂嘅嚇。表面上看起來其實非常簡單，一手二單三殺天天。唔過係個冇下功夫，咪只能唱出幾每套。但係呢群三腳踩踏戲嘅愛好者，用興趣從無到有，慢慢呢攞出見到見成人嘅每套，不停嘅試驗學習來發表。咩使得大家向下進步咧？按不頭係叫做平時嘅排練，單單都叫做登場之前做個準備、化妝、服裝來看，我相信叫做一天做得做出好戲。神奇就真神奇，
俺没得中东啊，细细的薄力里，香香的小特气，俺爸讲无爱，俺没是饮来吃，吃到个是三时，俺空空走又空空去，去到个台南的边界呢，想到无条路，就来看猪狗，个看猪狗爱打猪翅，个人出来拍垃圾，刚刚来中心一般古就一般词，个面床下再多有面看猪狗爱当司机，想到是差只钱飞去，空空走我就空空去，拄到一个死阿妹，我是差只有中意，每地爱家嘛，家妹将来有主意，每地偏见爱几多，1200年。我就实老弟听落去，先生老弟拖转去，上面床就是爱人男，下面床就是爱人妻，骗人摸爱靠来做乜計，愛講靠來夠神奇啊，夠神奇！猜下，撞三郎啊！上個啊，冇做馬條路。每日啊，講茶就唔死咯，唔到底啊，個出外賣茶，溜連咯，一件過就2、3年咯，個件每日啊，我卡嚟種舒心咯，個4隻腳啊，少啲3隻腳喎，個對獨昂啊，不必嘅睫毛，個把針啊堅啲喎，個打開看啊，個人就不差，個做賺3年一家團人，滿賺3年啦。咱講大夫潮啊，走個走，溜個溜，佢冇賺做唔得咧，喺地方照樣啊出來啊，有佢辭片啦，咁地方照樣攞出來。來了，就堂三郎哥很日上，向前來去每日飯。三郎哥，係呀嘛，你按做人係顯出來有乜嘅吩咐啊？哦，係嗰件本嘢啦，係，我副卡嚟裝舒先咯，講啊，起碼要裝咯，個冇裝嘅做唔得咯。冇裝嘅做唔得啦。係哦。咁你幾時愛裝啊？我想講啊，馬上去洗手。馬上先去洗啦。係。好啦，三郎哥，係呀嘛。咁我讓你落嚟去準備包袱咋？嗱，準備包袱咋嚇？藝餐送一餐，開嘛？送藝餐咩啊？係啊。解好啦。好啦。好。今日離開啊，照樣，13唔判地咯。三郎哥，你準備好了？準備好啊，啲時間冇做咯，咁來去啦。做唔得。叫啊爹是叫我娘啊，來講啊好人啊。有人啊冇呀？來呀！叫啊娘啊送那愛出點停咯那，包啊富士家那子啊，來個呀水啊。神啊！來呀！伊拉是嘛准那去哦看父母哦那，茶淡子去哦神啊，我有天准來親嘛，有人啊！
算做唔得。酒啊，别吃酒啊，娘啊，来陪食饭啊。你让我让啊。酒啊，让你送那爱出店门咯那。用啊年秋安那好啊，爱呀款那全呐。你那这个两那年就穷是么呢？黑那年就安那好啊，莫恩安就人呐。我想咱们赛茶係非常特殊嘅客家嘅戲曲嘅一個形式啦。我係想呢些真特殊嘅是，因看到一個做表舞嘅工人哦，韓國青島唔係講專業嘅三角採茶嘅人嚟，大家就會興趣從然咧按照無共相嘅朋友、無共相嘅兄弟姊妹啦大家共下按好嘅感情。跟兄弟嘅興趣非常重要。我自家從一個想講，都係問個客家文化。徐高中佢自家睇好師專畢業之後，佢開始講嚟調查客家嘅三角嘅採茶戲。慢慢咧佢老年嘅戲推廣變到省客家文化都見大家想講，客家文化做得按道上甚至佢家咪講講大家讀到呢下人讀到一隻咩隻困難嚟啦，唔知咁行下因為可能看起世界記帳呢啲，我想呢個困難是乜嘅問題呢？是一隻像一隻創新嘅一隻通啲來嚟，因為你行到冇路行嘅時節，新嘅路會發現啦所以佢講去到海陸莊開始講海陸嘅，去到泰國嘅專門講國語嘅為數會講國語。像呢就讀到新的時代、新的環境，會有新的變化往年期嘅故事，等於講係就非常普通嘅客家人，佢哋都係參加講非常親、非常有感情嘅客家文化，然後呢啲歷史本來非常大嘅感同。